来看新竹县新埔的远东化纤总厂，2020年的9月23，因为油外漏造成火灾，当时互县政府罚500万哦，业者提出诉愿。去年的8月，县政府改罚78万。今仔有立委佮议员就质疑讲，新竹县政府拄着大公司的倒救。新竹县新埔的远东化纤总厂，伫2010年9月23，爆发生稻生油泄漏意外，而且引起大火。附近真侪居民受到臭味等等的影响，而且这已经唔是头一摆。当时县政府开罚500万，不过经过远东化纤提出诉愿，县政府去年8月却改罚78万，受到机关质疑。为什么遇到远东财团，我们的环保局不愿意坚持下去？然后让诉愿的结果出来，甚至可以继续去打行政诉讼。我们还是要要求环保局，你应该公开。它燃烧以后会产生很多含苯的物质，这个含苯的物质很多都是致癌物质。环保局表示，经过业者提供资料，而且邀请专家学者评估了后，认为泄漏量无当初时评估遐尼济，是依法撤销原本的行政处分。当时发生的时候，就是因为相关的资料并不明确，所以环保局这边以他们储存的倒生油的量当做它的外泄量。发生的当时他们是有做一些紧急应变的作为，那后来又依据我们的扩散模式模拟跟影响范围，还有倒生油的 SDS 的一个安全资料表。我们认为就是依委员的意见，觉得他这个公司诉愿是有理由的。召开记者会，立法委员陈椒华要求提供当初时的会议资料，但是县政府表示目前无要对外提供。陈椒华也要求看当初时的检测报告，但是环保局代表表示，因为伊是新上任，无清楚敢有相关报告，会使提供多一个资料，爱阁做较真。记者郭文良随台北报道。